朋友們，今日同大家講下眉毛同運程嘅關係。好多香港嘅姊妹都好信呢個。先講眉形，一字眉嘅人聽講做事好有決心，好似一條直路咁勇往直前，運勢往往都唔錯。事業上易成功，遇到困難都好快可以解決，好似有運氣之神喺身邊幫手。宮形眉呢，就好似人生有啲起伏，有啲朋友可能會覺得點解自己成日要面對挑戰，但換個角度諗，挑戰過後就係機會，只要捱得過，運程會越嚟越順。再講眉毛長度，長眉寓意好深，長眉嘅人被話有智慧，好似經驗豐富嘅前輩，人生見識多，福氣都厚。而短眉嘅姊妹有時可能個性急，做事動啲，可能要注意下，調整下自己嘅脾氣同做事方式，運程可能會改善。眉毛顏色都好關鍵，濃黑嘅眉毛好似代表住財運同事業好運，好似一團火旺自己嘅運勢，身邊機會多多。相反，眉毛稀疏或者顏色淺嘅，可能財運冇咁順，要多啲努力先得。朋友們，如果想自己運程好啲，打理好眉毛好重要。嚟我哋店，我哋嘅紋繡師會根據你嘅五官同面相，設計最適合你嘅眉形，幫你提升運程。唔好猶豫啦，快啲行動！香港美業潮流眉毛運程。